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講故事。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即刻撳個訂閱。中意呢類型內容，記得撳埋點讚，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事不宜遲，今日會同大家深入剖析一下一間老牌優質地產股，編號為1972嘅太古地產。香港家傳戶曉嘅發展商品牌以華資佔多，而太古集團同佢旗下嘅太古地產係少數能夠屹立至今嘅英資地產品牌。太古住宅樓盤數目唔算多，但就贏在重質不重量，出品以優質嘅地段、間隔、用料、配套同埋管理取勝。每次有太古樓盤登場，都為買家帶嚟驚喜。太古地產係香港同中國內地領先嘅綜合項目發展商、業主同埋營運商。1972年喺香港成立，2012年上市。公司業務主要分為3大板塊，第一就係物業投資，佔咗2025收入約81%。呢個係公司最核心嘅業務，包括發展、租賃及管理、商業、零售同埋住宅物業。公司嘅投資物業組合總值超過2720億港元，遍佈香港同內地一線城市嘅黃金地段。第二就係物業買賣，佔咗2025年收入約13%，主要係發展同埋興建住宅物業出售，包括香港嘅凱旋、海德園同埋上海嘅陸家嘴、太古園、圓圓底等高端住宅項目。第三就係酒店業務，佔咗2025年收入約6%，透過太古酒店品牌經營，喺香港、中國內地同埋美國擁有及管理酒店。地區分佈上，香港佔收入約52%，係公司嘅大本營。旗艦物業包括太古廣場、太古坊同太古城中心。中國內地佔約34%，佈局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廣州太古匯、成都太古里等標誌性項目。海外及其他地區佔約14%。業務表現方面強勁復甦，扭虧為盈。2026年上半年，太古地產交出咗一份相當亮麗嘅成績表，收入為94億港元，按年增長7.9%，股東應佔溢利為36億港元，舊年同期係虧損12億港元，成功扭虧為盈。股東應佔經常性基本溢利約46億港元，按年大增36%。呢個強勁增長主要受幾方面帶動。第一增長動力就係香港零售物業表現極度強勁，3大商場全數出租。太古廣場零售銷售額升15%，東匯城名店倉升16%。第二增進動力係內地零售物業表現優秀，租金收入總額升13%至25.7億港元，整體零售銷售額按年增長23%。公司財務狀況極度穩健，淨負債比率僅14.8%，處於行業極低水平，經營現金流強勁。2026年上半年來自營運嘅現金達64億港元，而大家最關注嘅派息表現有漸進式增長，回報穩定。太古地產嘅股息政策係實現股息持續增長，目標係每年股息以中單位數幅度遞增。2026年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0.37港元，按年增加6%，延續咗漸進式派息政策。以現價23.38港元計，股息率高達4.92%，對收息型投資者相當有吸引力。喺呢個複雜而又多變嘅環境下，太古地產亦充滿唔少機遇。第一就係1000億投資計劃驅動長遠增長。太古地產喺2022年宣布嘅1000億港元投資計劃，目前已經投放近約70%資金，其中香港佔110億，內地佔460億，住宅買賣佔100億。呢個計劃為公司未來10年實現約9%嘅盈利複合年增長率提供清晰框架。第二就係內地高端零售市場持續擴張。內地零售物業組合表現持續優於市場。2026年上半年，重點調改項目零售額同比增長約50至80%，其餘高端項目增長15至18%。公司喺北京、廣州、上海、三亞同埋西安有多個發展中項目，未來將持續受惠於內地消費升級同奢侈品市場增長。第三就係住宅物業進入結算週期。
2026至2027年係公司開發項目嘅結算高峰期，上半年物業買賣業務已貢獻12億港元基本溢利，預計全年貢獻不低於20億港元。柴灣海德園同上海陸家嘴項目嘅銷售表現理想，將有效支撐未來結算收入。第四就係資本循環策略持續優化組合，公司積極出售非核心資產，例如出售邁阿密、Brickell City Centre、香港工業物業等，回籠資金重新配置到更高回報嘅核心項目，累計回收約587億港元。香港同埋海外嘅潛在代售物業亦有望支持遠期資金流入。雖然港大股地產機遇處處，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嘅股票同埋必勝策略，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如果你突然遇到完美嘅股票，咁大家就要更加小心，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第一就係香港辦公樓市場持續供過於求，香港辦公樓市場空置率高企，新供應持續，競爭依然激烈。雖然近期受惠於活躍嘅 IPO 市場同埋金融業氣氛好轉而重拾動力，但合約租金調幅仍為負雙位數，預計喺2027年之前難以實現實質性復甦。第二就係內地消費復甦步伐不確定，雖然內地零售物業表現強勁，但奢侈零售品牌對擴展仍持謹慎態度，零售市況充滿變化，出境旅遊同消費者習慣改變都可能影響未來表現。第三就係投資物業公平值波動風險，公司持有大量投資物業，受市場環境影響，2025年錄得約60億港元公平值虧損，直接拖累情報溢利。雖然呢個係非現金性質，唔影響營運現金流，但會影響會計利潤同股價表現。第四就係資本密集型業務特指，房地產開發屬資本密集型，加上內地新核心項目嘅土地收購成本較高，可能限制未來嘅投資資本回報率。公司雖然淨負債率低，但1000億投資計劃仍需大量資金投入。總括而言，太古地產係一隻優質嘅防守型收息股，適合追求穩定現金流同長線資本增值嘅投資者。雖然香港辦公樓市場處於疲弱狀態，但公司多元化嘅業務組合、強勁嘅零售表現同審慎嘅財務管理，足以抵禦週期波動，長線前景依然正面。最後，希望以上分析能夠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太古地產。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務必審慎選股。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最後記得俾 like、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仲有撳埋鐘仔啊！我哋下次片再見，拜拜。